佢而家做緊活動咧，咁啊就係3萬蚊首期，送埋全屋個家私家電俾到你，性價比最高嘅項目嚟。而且咧佢送埋一個車位。好，大家好，我係阿 Jack 啦。咁啊，即係今日咧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咧，即係你而家手上嗰3萬蚊，你會選擇買乜嘢咧？咁啊，你可能喺香港嗰邊咧，你只能係話買架手機啦，或者係買個名牌包包啦。但係咧喺中山呢邊咧係可以買到1層樓嘅，而且呢層樓咧佢仲附帶埋一個車位，而且咧佢係現樓帶埋裝修㗎嚇。咁今日即係嚟到嘅位置咧，咁啊就係位於中山嘅貢口呢邊啊，咁啊同大家咧去探翻一個有直通巴士，而且帶埋精裝修、帶埋全屋家私家電嘅樓盤俾到大家嘅。咁呢個項目咧咁啊就叫做上城南岸嚇。咁啊佢而家做緊活動咧，咁啊就係3萬蚊首期，送埋全屋個家私家電俾到你，而且咧有一個車位俾到你，而且咧佢呢邊係帶埋直通巴士啊，現樓嚟嘅。即買即收樓，咁大家諗一諗咯。你如果真係手上嗰3萬蚊，你會唔會選擇佢咧？嗱，咁啊，今集呢一個項目咧，咁啊位於中山港口啦，咁啊佢嘅附近嘅配套咧係非常之齊全嘅。咁啊有啲人咧就之前有睇過呢一個項目嘅介紹啦，咁啊佢就話覺得呢個地方好似好偏偏地喎。事實上咧佢一啲都唔偏嘅嚇。咁啊佢一橋之隔咧嗰邊咧有一條食街嘅。咁啊嗰邊咧有好多嘢食，而且咧基本上係叫到一個市集嘅位置嚟嘅。你想要買啲乜嘢五金或者生活用品，或者你哋想食啲快餐啊，或者係你想食嗰啲咩兩餸飯啦，嗰邊全部都有嘅。咁同埋咧，再加上中山港口呢邊最出名嘅排骨飯啊，咁啊嗰邊咧有幾間都超好食嘅。咁再加上咧，你如果話想飲茶啦，即係請翻啲朋友一齊去飲茶嘅情況咧，咁呢附近咧亦都有好多嘅酒樓可以俾到大家去做選擇㗎嚇。你如果話想去行商場，事實上咧佢呢邊你話嗰啲好大型嘅商場咧就冇嘅。咁啊，但係咧佢至少咧可以滿足得到你平時行街睇戲、食飯、KTV 呢啲基礎配套咧，絕對係有嘅。咁啊喺我哋呢邊距離呢個項目大概5分鐘嘅車程，即係你就可以去到馬文會。咁啊嗰邊咧就可以滿足得到大家呢啲生活要求啦。咁啊你話想去生武啦，咁啊呢個地方出發咧大致15分鐘嘅車程咧就可以去到生武嘅。咁啊再加上咧，你話想要嗰啲大型嘅 shopping mall 入邊咧都有嘅 Coco City 同埋富力城，距離呢邊咧大概咧都係20分鐘左右車程咧就可以去到啦。咁啊，如果話大家想要去翻中山最大嘅商場海亞繽紛城咧，呢邊上高速20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去到。所以咧，大家咧千祈唔好話咁呢一個項目咧佢係偏嘅，唔會嘅，一啲都唔偏。OK 嗱，咁啊佢而家咧就真係只需要3萬蚊就可以買到佢呢邊1層樓首期講緊首期嚇。咁啊月供嘅話咧就3000零蚊。咁啊係30年月供，咁啊你如果話10年月供幾多啦？咁啊4000零蚊、5000蚊左右嘅一個月供咧就可以享受得到㗎啦。咁再加上咧，佢而家呢一個地方咧，相對嚟講會比較安靜啲。最受緊嘅單位咧，亦都係非常之具有性價比嘅嚇。咁啊3房咧總價只需要69萬起，如果4房嘅總價咧就大概係90萬左右，真係非常之大賣㗎嚇。所以大家今日視頻咧千祈唔好錯過。OK，咁我哋而家即刻帶大家咧去翻佢呢邊嘅一個實體樓嗰邊參觀下啦。咁啊，我哋而家咧就上到嚟3棟嘅實體樓呢邊啦。咁啊喺2樓嘅位置下，咁啊佢呢邊係做咗2個用晚間嘅，咁一個咧係89平方，可以做到4房，係目前嚟講呢邊嘅一個明星戶型，係比較多選擇性嘅，即係高樓層都有啦，中樓層都有，可以俾到大家做翻個選擇嘅。咁啊總價嚟講咧就大致係90萬咁上下。咁啊仲有另外一隻咧係110方，咁啊佢嘅一個總價嚟講咧亦都係90萬咁上下嘅，即係兩邊嘅嗰個差距咧唔係好大咁啊。帶大家去參觀下翻呢兩隻屋企咁啊，仲有另外一隻咧係79平方，不過咧佢嗰個示範單位已經賣咗㗎啦。咁啊陣間我睇一睇有冇辦法去其他樓層幫大家去錄翻個視頻嚇。咁啊佢呢邊79平方咧，佢而家總價咧係只需要69萬起，即係低樓層2、3、4樓呢啲低樓層咧係69萬起嘅。咁啊如果係正常嘅樓層嚟講咧，就大致72、3萬咁樣嘅有得成交，然後咧係可以做到3萬蚊首期就可以上車嘅嚇。咁呢啲咧先同大家講清楚嚇。咁啊，首先咧，我哋先同大家去介紹翻呢一隻係89平方嘅，做到4間房嚇。一隻嚟，哇！大家可以睇到佢呢邊89平方有咁長嘅入夢嘅位，而且咧係可以做到一個好靚嘅鞋櫃喺度一個然後咧佢呢邊嘅話咧一入夢咧就有間房啦。佢呢邊係做到100%嘅實用樓，即係相當於咧你如果套內面積咧有88個方以上咧，咁啊就可以做到4間房。當然啦，咁啊呢4間房可能大家會覺得，啲房間好似窄窄地、逼逼地咁樣，事實上咧佢唔會嘅，你可以放到張咪半床完全都冇問題嚇。啱先嗰間房，咁而家呢邊入到嚟咧，咁啊就係會有個客廳，咁呢個客廳嘅闊度咧就大致係3.1米到3.2米左右嘅闊度嚟嘅，然後咧佢出邊咧就係有一個叫北向嘅露台嚟嘅嚇。
然後咧，佢呢個北向嘅露台咧，咁啊就係蒙翻個園林為主啊，呢邊下邊嘅園林，而且通風性好好，大家可唔可以感受得到啊？佢嘅流禁區咧，亦都係好遠嘅，因為我哋而家嘅位置係3棟嘅位置啦。咁啊，佢距離翻後邊嘅，即係去到我哋屋苑嘅最後邊咧，嗰邊係7棟啊。咁啊，佢3棟到7棟嘅距離咧，大致係150米以上，所以咧佢流禁區係好遠嘅。隱私性咧係好高，同埋咧佢通風性好強烈。OK 嗱，咁啊跟住咧我哋關埋門先，因為今日真係啲風有啲大，有啲凍凍地嚇，關埋門先。佢係可以做到南北通透嘅，只不過係話咧佢係只有登一個露台，登低一個露台，然後咧後邊呢個位置咧就冇露台啦。但係咧佢係會有一個窗戶咁樣嘅。咁你如果平時想要通風嘅話咧冇問題，咁你打開呢個窗戶啦，同埋我哋嘅露台個門咧，咁啊係可以進行通風嘅。然後咧呢邊嘅話咧，佢係擺到張4人台啦，都 OK 嘅。咁啊呢個空間感，我覺得係完全足夠嘅。你放喺88平方嚟講咧，你個餐廳有咁大已經係十分之驚喜㗎啦。咁入邊嘅話咧，仲有一個廚房嘅位置嚇，俾到大家睇睇。個廚房嘅操作空間咧，完全都足夠嘅啊。好嗱，所以咧佢係性價比真係非常之高嘅。OK 啊，咁呢邊嘅話咧，佢係會有個洗手間啊，呢邊係洗手間。然後咧呢邊係有間房，都俾到大家做翻一個大致嘅參考咁樣嘅。呢個咧係放到張咪半床嚟嘅嚇，然後咧可以放個床頭櫃咁樣嘅。然後咧呢個位置同樣一樣嘅，都係咪半床嚟嘅。呢間房咧就稍微大些少，咪半床，然後咧可以放個床頭櫃。好，咁啊跟住呢邊咧就係個大房，咁啊就係我哋主人房啦，咪8床放得落嘅，然後床頭櫃都 OK。然後咧佢呢個位置咧係可以放到個衣櫃嘅。就而家佢冇做翻個展示，如果做埋個衣櫃嘅話咧，會好大好多嘅。然後咧喺入邊嘅話咧係會有個洗手間嘅。所以咧佢89平方可以做到4房2廳2衛咧，我覺得真係十分之驚喜嘅嚇。大家如果中意嘅話咧，嗱嗱聲同我呢邊聯繫，我呢邊可以安排落專車去到香港嗰邊接送大家嚟到現場睇樓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可以去睇一睇佢隔離呢邊嘅110平方。OK，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睇翻呢一隻咧係110平嘅嚇，咁啊呢隻咧同樣係做到4房2廳2衛嘅，帶大家睇睇呢邊入到嚟咧啊，佢呢邊係做咗一個創意設計嚟嘅嚇，咁啊所以咧大家後期咧呢啲玄關位咧點樣裝咧就睇翻自己嘅，因為佢係預留好個空間，佢交付標準咧咁啊就係預留咗空間俾到你去裝呢啲鞋櫃嘅地方嚟嘅嚇。咁啊後邊呢個位置咧係會有間房，呢個咧做緊一個書房仔啊，大唔大細唔細，啱啱好夠用嘅咁樣嘅感覺嚟嘅嚇。然後咧入到嚟呢邊咧，咁啊就係有一個好闊嘅廳。咁呢個廳咧就有3.6米㗎啦，嚇，有3.6米闊。然後咧佢同樣咧就係呢一個面咧係望翻後邊嘅花園嘅嚇。咁啊帶大家可以去到外邊睇一睇。呢邊咧係有個好大嘅露台啦，咁啊穿出去咧，咁啊就係好靚嘅花園啦。流禁區咧亦都係再遠嘅呢個戶型。好，跟住咧入到嚟呢邊咧係會有一個餐廳。咁呢個餐廳咧就比啱先嗰一個咧就大好多啦。咁啊啱先嗰一個咧係88平方啦嘛嚇，咁啊依個咧咁啊就係110平方嘅餐廳，闊到好多啦，係嘛？咁啊可以坐到6個人啦，完全冇問題嘅嚇。然後咧佢同樣嘅，即係咧佢依邊嘅話咧就係一個飄台咁樣穿出去嘅，咁啊就係可以開埋個窗戶啦，咁啊同我哋嘅露台嘅門一打開咧就可以形成一個南北通透嚟嘅嚇。所以咧佢呢邊所有戶型咧都冇做到雙露台。即係登露台，但係咧佢88平方都好啦，或者110平方都好啦，佢係去做到南北對流嘅。OK，咁呢隻嘅話咧，大家可以睇睇穿入去啊，睇睇個整體嘅感覺。然後咧，無論咧買88平方都好啦，或者110平方都好啦，佢事實上佢嘅總價咧相差唔大，所以咧我建議大家，如果話你想買嘅話咧，我建議大家可以上到去呢個110平方嘅，佢總價相差唔係好多。你買隔離嗰個咧，雖然話咧都係4房2廳2衛，但係整體嘅空間感咧冇呢一隻大。呢個性價比高啲，可能會貴多幾萬蚊咁樣嘅，但係咧絕對使用起身嘅感覺咧，絕對係超乎想象嘅。OK，呢邊入到嚟睇睇，呢邊咧同樣都係有個洗手間。好，洗手間睇完啦，咁呢邊嘅話咧係會有間房，係咪明顯大好多啊？
咁呢邊咧佢就係放到張咪椅床㗎咋。咁啊，你事實上咧，你間房咧係可以放大些少啲張床。好。咁啊，呢邊再入到嚟咧，都會有一個房間。第三間房。好。跟住呢邊咧就係主人房嘅套房嘅位置嚟㗎啦嚇。呢邊咧係米八床啦，然後兩邊嘅床頭櫃放得好好嘅嚇。咁喺呢邊嘅話咧，仲有一個主人房嘅洗手間。所以呢一隻咧，大家整體睇下身佢嘅一個空間嘅闊度咧係會大好多係嘛？咁呢隻嘅話咧，佢同樣都係有一啲特價單位，我哋都係放到我哋平台上邊俾到大家做翻一個參考。咁當然啦，呢啲都係一啲低樓層嘅單位嚟嘅。咁啊，你想要啲高層單位咧，亦都係會有。咁啊，價錢唔同，大家想要知道咩價錢咧，亦都可以通過右上角呢邊同我呢邊私信㗎嚇。咁啊，跟住落嚟咧，我睇下有冇機會帶大家咧去睇翻79平方嘅嗰個示範單位。如果冇嘅話咧，我哋影片就到此結束，好嘛？咁啊，再次同大家總結翻呢個項目啦。咁呢個項目咧就係位於中山嘅港口呢邊嘅。咁啊，事實上咧喺佢開盤到而家咧，佢賣得咧都係七七八八啦。而且咧，大家可以同我一齊出嚟睇睇外邊。佢呢邊嘅入住率咧，係我所見嘅小區入邊最高嘅，即係收樓以嚟係好多嘅小區咧係做唔到咁高嘅入住率嚟嘅，所以咧就證明佢呢個地方咧絕對有好明顯嘅人間煙火氣喺度嘅嚇。咁啊係好多人需要喺呢邊居住嘅，所以咧就算你買嚟之後咧，你暫時嚟講唔入住都好啦，你簡單佈置下啲家私，你租出去，好似我哋呢個4房，你簡簡單單租個3000蚊，完全冇問題嘅。喺呢個地方絕對租3000蚊，絕對係冇問題嘅。4間房。然後咧，你話月供咁啊冇問題，你好似3萬蚊首期，其餘咪做月供咯，做月供你3000零蚊嘅月供啊嘛，咁你租出去3000蚊，好簡單係嘛？你自己補個幾百蚊嘅，即係相當於幾百蚊供一層樓，何樂而不為咧？係嘛？咁你呢個咧係其一，咁啊其二嘅話咧就係佢呢個地方，你如果話真係買你自己住嘅話咧，可唔可以咧？完全冇問題，大家可以睇下成個社區咧係十分之靚嘅，下邊嘅花園咧設計得非常之好。咁啊，平時同3、5好友咧一齊去下我哋下邊嘅呢個大草坪嘅位置咧，去進行休閒嘅情況咧，亦都係非常之唔錯。飲杯咖啡啦，或者整下啲燒烤啊，喺下邊呢個地方係可以嘅。OK， 咁啊，另外嘅話咧，外邊外圍配套咧完全係成熟晒嘅，完全你唔使擔心話落樓冇嘢買。即係我好中意咧同大家做一個比喻咧，即係你落樓買包煙仔咧都有地方去嘅。有啲樓盤咧就真係你落樓買包煙仔咧都會唔到地方嘅嚇，所以咧呢個項目真係值得大家咧過嚟呢邊睇睇。佢喺市區範圍之內咧性價比最高嘅項目嚟，而且咧佢送埋一個車位，完全唔使擔心話你到時咧你港車北上啦都好啦，或者係買架電雞仔都好啦，你冇地方停咁啊！再加上咧佢呢個地方我啱先都講咗啦，一橋之隔咧嗰邊就有條食街，好多嘢買，大家完全唔使擔心話呢邊嘅生活配套會好落後，完全唔會嘅。我之前咧亦都係建議翻我哋業主咧，即係買翻個電單車即係我哋個電雞仔啦過去嗰邊買嘢超方便幾分鐘時間去完市集翻嚟就可以煮飯啦，十分之好嘅所以大家如果話想要多了解翻呢一個項目嘅話咧，通過右上角呢邊嘅 QR Code 同我呢邊取得聯繫啦。咁下一集視頻咧，我亦都會繼續帶大家咧去睇翻呢個上城南岸嘅其他嘅面積嘅視頻嘅。大家如果有興趣，持續關注翻啦。OK，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